裝修點樣可以用最少嘅錢做到最大嘅效果呢？今日分享啟鑽苑186尺嘅激細單位，一眼望晒嘅單位可以有幾靚？入門就係廳嘅位置，大概有55尺，四周都係 XXL 儲物櫃，全部置晒頂，儲物都夠位。電視櫃上下加咗氛圍燈，細聽都光猛。隔離呢隻櫃又係家私又係間隔，唔使俾人望晒全屋。裝修想錫住個荷包，家私真係好重要。跟着梯級上來就係睡房啦，地台提供充足嘅儲物空間，舒適感即刻提升10倍。係人都知公屋廚房同廁所好難搞，想增空間必須重新改過。改造之後2平方嘅廚房竟然可以有6尺吊櫃、5尺操作台面同3尺高櫃。最緊要嘅係同時容納咗雪櫃同洗衣機，係真正嘅使小錢解決大問題。隔離廁所都幾有特色，簡單一個浴室櫃，搭配業主精心挑選嘅古銅金面盤，同埋閃閃發光嘅瓷磚，對面仲有成面吊櫃，櫃底出光，感覺都寬敞好多。186尺細屋咁設計，全包家私先6萬蚊，裝修錫住荷包唔成問題。